米埔自然保護區係好多動植物重要嘅居所，記錄到超過2000種物種，包括超過400種鳥類，當中超過50種雀鳥都係受全球保育關注，例如黑臉琵鷺、黑嘴鷗以及小青腳鷸。根據普查記錄，黑臉琵鷺喺1989年數量不足300隻，而幸好喺唔同國家多方面嘅保育政策底下，黑臉琵鷺喺2025年全球數量成功回升到超過7000隻。米埔亦都係30幾種哺乳類動物嘅屋企，包括香港其中一種最稀有嘅哺乳類動物，就係歐亞水獺啦。喺2018至2019年，有研究人員首次收集水獺嘅糞便進行 DNA 分析，喺成個內後海灣，包括米埔，淨係發現7隻歐亞水獺，數量係非常之少。歐亞水獺喺夜間活動，主要生活喺濕地，而米埔後海灣嘅魚塘、基圍同河道就係佢哋覓食同生活嘅地方。歐亞水獺平時會喺水入面尋找一啲甲殼類動物進食，有時工作人員喺米埔入面都會揾到一啲佢哋食剩嘅蟹殼。居住喺米埔嘅動物面對住各種形式嘅威脅同埋挑戰，其中城市發展係帶嚟最直接嘅影響。城市發展令好多動物嘅棲息地越嚟越少，甚至被迫離開佢哋嘅家園。而伴隨住嘅城市污染，亦都令好多生物無法適應生活環境。除咗呢啲嚟自人類嘅威脅，氣候變化令濕地嘅生態系統都受到影響。因為氣候變化而出現更多嘅極端天氣，直接影響動物嘅生存同埋候鳥嘅遷徙。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以唔同嘅方法去保育米埔嘅瀕危動物。我哋透過生態普查去統計唔同物種嘅數量，從而了解佢哋嘅保育狀況，令保育人員可以更快作出行動。我哋亦會喺米埔內進行生境復育嘅工作，增加濕地環境，提升濕地嘅生態價值，令居住喺濕地嘅動物有足夠同合適嘅生活空間。除咗保育工作，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亦推行好多環境教育項目，帶領公眾同學生參觀米埔自然保護區，認識米埔嘅濕地生態同瀕危動物，從而對我哋嘅保育工作有更多了解。歡迎大家入嚟參觀米埔自然保護區，仲有機會一齊同我哋參與米埔嘅濕地保育工作添。同學仔，考考你，米埔嘅保育人員用啲咩方法去搜尋歐亞水獺嘅蹤跡呢？歐亞水獺係夜行性嘅哺乳類動物，我哋會喺佢哋出現嘅地方安裝紅外線攝錄機。當歐亞水獺經過呢啲攝錄機嘅時候，就可以觀察到佢哋嘅蹤跡。保育人員仲會透過歐亞水獺嘅糞便同腳印去了解佢哋嘅分佈同數量。